为不见你子女堂，谁家派你回征战？东奔西走8年来，从未离开娘身旁，因我破江水，千古韶山凉。广州东山初识时，富昌城内要唱，斗争岁月童年过，今日媚娘如老房。明朝妈妈复迎长，房儿模样来我应年子你要去寻找巨星公才当，丹心永远像太阳，我不能抚养你长大，共才当，谁顾情谁娘？我应你要去寻找爸爸毛泽东，对马文案多开放。你要跟着爸爸的家营走，正途次次别方向，爸爸的品德要过来，爸爸的娃儿你要牢牢记心上。我应你要去对分红军上山岗，几次仇恨那气枪，消灭党灭要珍惜时，为光荣的解放的解放。台灯那捷报飞
18岁，心中坚决到风光。将来是青山的父母也迷茫，都长大仰慕临死真亲家，亲娘的血是寂寞长。我觉得寂寞的血是西家痛，无心莫名爱隐藏。第一句为嘛有此是衣裳，说的是我无心生命遗忘。第二句是心不悲烈字旁，说的是莫名之争在暗堂。第三句生在观音花诞生，第四句花开无根非是芳。说的是2月19将我呀，我们来了神飘荡。结下事不与我心间艰难来到那法外是团心房，开门，开门，敲门声声钻进银堂，惊醒怕人死儿忙，当年一人冲破浪18年，18年我心不耐平常几趟。开门，外面敲门是谁？是我请师太开门来。来了。哎呀！开门人看心惊慌，门外在李生郎，他为何开门与关上？他为何惊我心惊慌？
下出人心迷茫。是他，哦，请开门来。来了。请。请问是他法？并以自证。自证？哦，你就是自证。哦，是他。请问公子贵姓？我叫纪元在，沈家大娘却是我的姐母。哦，你虽是元在，公子今日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元在德中结缘，得来烧香拜佛。哎，读书人进香，理应到文昌阁去，据文昌弟兄报与。我今日不是求功名而来，为是了洽一桩心事。了洽心事，了洽心事。哦，既如此，贾月公，请在并你前往佛殿进香。是。学士衙门裁判，我满腔热望在团路，张斗身郎太相像，宛然当年去风土啊！是他。哦，贾月公请师太带路。哎，师太，请问师太，这是什么字？这是放生字。哦，放生字，放生字，放清风，放生字中鱼儿多。只见那千条鱼儿水中有一条小鱼孤单抓鱼梦。满是鱼儿这么多，怎分鱼子和鱼毛？师太何不用我法，让他们团圆不是苦？鱼儿不必人有灵，无法随他无奈哦。是他，贾月公请。是太去放上这一鞠躬，但只见园中花草是么多，我有心家此在师台，看他同见有时候。拾起松子有一颗，风吹落地都是苦。师太呀，我想把它送回时，不知哪颗是他么？这松子
小弟夫妻书，这宋氏秘密人人长得多。你终于好心带他走，只怕是找不到父母是那苦。我连狱中找师母，他为何一点都不理我？他连狱子找师母，分明有意在当动我。是他哦，贾月公，请是太卿。这里是大用宝殿。哦，大用宝殿，大用宝殿，怎为我宣告佛家用尽颂？是他。你看这白首歌中间说，为什么看见儿女不照父？这一边女儿好像才哭泣，谁怕宁平无奈何？那一边女儿好像心不死，叫她莲花相托。究竟是儿女神仇伤什么，还是这四姑娘亲遭无毒？是他。是他，贾女公，你错了。这本是算在龙女被观音，我看是一生儿女就此梦。这是算在龙女拜观音，舅娘亲，拜观音，舅娘亲，舅娘亲。他几次投入来问路，莫非他真是来寻我？想起了他本生父是养子，几年前隋唐自上曾见过。难道十年再就是我的儿？是他不，天下同胞人一度不苦鲁莽要杀我。是他哦，贾月公，请是他亲。对对房间一盏灯，刚刚挂起亮晶晶，佛前有灯火在，为何还要挂此灯啊？此灯名叫琉璃灯，挂在佛前十夜明。前世点过这琉璃灯，今世生得好眼睛。前世为点琉璃灯，眼睛我无看
是为的琉璃灯啊，这老大竟是不识好眼睛。你眼睛黑白分明无毛病，为何说前世为的琉璃灯？我曾点过这琉璃灯，为什么自己的娘亲一声不亲？说什么你自己娘亲神不亲？你不是西家堂上有娘亲？原在三是齐家养，原在不是齐家生。你何时离开生身母？我再出娘胎就离婚。你可知你生身之母在何处？我这怕是公身旁连子的出家人，海头山出有神灵，家园宫里生娃要留神。是他原在我心有念往事不灭，落海堂上聚神灵。其实此家园宫请谁母来？是。哦，家园宫来此已是落海堂。落海堂，落海宫，落海菩萨真威风。姿态万千各不同，能问何福与吉凶？哦，那就请师太为我问一个吉凶。请问家园宫今年几岁18岁？18岁。哎，18岁，18岁呀！哦，你是哪只节先进门的？问这做啥？左节先进从左顺起，右节先进从右顺起。我是左脚先进门的。哦，但凭你从左边顺起。一五10、15、18、数到这长眉芦怀，我心上涌。往事历历，或是梦。18年前万心痛，那神郎真是去他做美翁，可叹我云王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。难送风。
不沉落来，是灰尘落到我眼睛里了。啊，是灰尘落到眼睛里了。那你为何不与我再说下去呀？啊，就是这针长眉芦花。哦，就是这长眉芦花。长眉芦花芦下用，不知是吉还是凶。长眉芦花芦下用，自然自己不知凶。哦，贾女公，他在为你而笑你，他笑我什么呀？他笑你用长读诗，勤用功，将来能做上元公。嚯，他笑我用长读诗，勤用功，山中何来夜朦胧？他笑我为何不去家母亲，因我母子不从我这。哎呀，长眉芦花，你是真的有灵性，菩萨应该算心中。你告诉我，何人是我的生身我该到何处去行走？你告诉我，肉亲的帮子谁留下血丝隐藏何内用？你告诉我，为么有处他是谁？死心不背他在那座爱当中。长眉芦花，听他也真好比霹雳惊鸿，快来是我的儿来到暗中。他今年真是18岁，貌与新郎一般同，学书诗句一家通，今日里母子重逢。待我上前将儿成爱，不哭我本门修营人，出家怎能理红尘？今天我这江儿人，一场大雾传江陵，一生命运怕关人，一场风波平地生，一张长子到关天，一道金陵封安门。一等乱棍将我关，一人百姓多泥人，一穷顽童谁根，一个个子子娃娃手不停，千人马来万人叫我谁
什么吉祥神来又不成啊？菩萨不把孩来人，岂非太上家儿心意？他千方百计将我人，我怎能忍心拒而不认亲？何况我18年死儿，到如今为儿流泪，为儿病，为儿受苦，为儿生，心子里儿到根前，真不成。对待家园情，少年才认真情。今天我若将儿人，害他成全第3分。3亲6眷不理睬，同窗好友不接近，身家知道难地名，京都考上南京门。儿子娇嫩，我生儿要回儿先成恩，你吧，不愿将母子之情。就要走了。贾女公，时日不早，并你要念经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长妹如何？罗汉不善呀，娘亲灵儿一相亲，为什么他气下生来又不生啊？生都是母子连心是个上，为什么我娘对我冷是病？为什么我多次逼他不理会？我几番声明他不为应？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去看他贴扎的神也不动心？为什么我满腔热情万无情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门路人啊？我再是句句言语想讲。
分。天哪！你为我岂不情又不理，害得我情深而死。不怪我追上前去，再求看。一个是妖神不发神，一个是相神不关神，礼不天，云忙尽，各门各将来不行。今日到门，失了志意乱了心。哎呀，神郎我的父啊！只听房内传哭声，远在寨西，在门外听。神郎父啊，
人与不人难决定，我不生儿心碎，我杀生儿不应，你故爱当私生子，生儿要回儿一生，生郎啊，我去天去人哟哟，求你替我把旨意定。听罢娘亲心的话，方知妹是生儿也会恨一生，儿与娘共生共死共命运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娘，娘，我进来，我为娃有事。贾月公，病你身体不适，不能奉陪，请贾月公见谅。远在还要烧香拜望，万请师太进宫方便。病你久病复发，不能开门。贾月公，为去吧。这既是此远在告辞了。你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乱法门。这话中之人他是谁？他是人呢？是人他是哪一种？他是他是一种
无名人恩。依我看，他不是仙，不是人，他是我无神。他不是神归神，他不是神。世上多少心上人，我真是他是神归神，死去烈士两三人，看起来神归神就是我母亲娘啊！母亲。娘啊啊啊谁那小声18年，离娘而故里，从未令人自谋。两地切近，我不也进到地里，我不怕身体枯萎，我只求若许天人。娘，哪怕是这富贵永旺永旺。繁光旁，无为无专心孤儿有虑深恩。
恭喜，当下地狱18阵，罚我永死不超生。今生我也要将儿人许一许18年来比离情。母儿